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公有的会当充电的迄种停车价，是要互电动汽车的驾驶免费停车甲充电的，但是常常互占用，所以台中市交通局7月份开始要来收钱咯，要来遏制掉停车的乱象。 台中市设有621架公有电动车停车位，其中300架设有充电站，互车主会当免费充电含停车。不过，有民众投诉，充电区却占用无充电，而且长时间插伫咧遐，所以台中市交通局决定实施充电停车爱收费。 因为低碳车格，交通部已经有明文规定，低碳车格必须只有这个相关的低碳车才能停放。台中市交通局讲，采用收费了后，就改善长时间占用的问题。到公共场域去做这个充电，都是应急使用，所以务必要遵守所有的公共空间的停车规定。台中市交通局强调，收费第1点钟是20块，第2点钟开始每点钟是40块。未来充电汽车价若是搁互占用， 得依法互拖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